贝姐啊，5个月，应该差不多吧。让让，哎，都让让都让让。宝贝又踢我了。吃完了，10几分钟。啊，走。这个月算你全勤，我也是过来人，不容易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别莽撞！小五干嘛呢？还不过来帮忙？哎，不用，那就说话了。我来，可以。我，你不用。你看小五多好。哎呀，完美了吧？没事。好的。您休息吧，总监。你进。小五，没事吧？小五。好，您先请啊，谢谢啊。来，你站这儿吧。来，谢谢。啊，你先去吧，我不急。哎，怎么了？来，走，小心啊，走。你还没到月份，你不用这样，这样像螃蟹。卖大了！他府女孩，这次我们的人物造型、色彩各。恋恋，你来啦！我们正好在商讨设计方案，你也一起听听。妙妙作为他府女孩的形象代言人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包装她的形象。等修好了照片，做个 H5，增加互动性。小五和小刘，这对你们专业设计师来说不难吧？不难，简单。等等，这什么呀？这他府的衍生设计怎么变成设计网红了呢？不中了啊！这是他府女孩衍生系列的一部分，为公司接下来的转型做了一个完美的铺垫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咱们就离纳斯达克敲钟不远了。看来我要调整自己的人生警钟了。这明显是满街恶心我们好吗？榴莲，大局为重，哎，都交给你来把关，我放心。我说总监，我们有那么揭不开锅吗？理想主义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经济下滑，拓展业务范围，开拓思维，做好转型才能夹缝中求生存。公司现在要裁员，你是孕妇，我裁不了，但你也不能一直站在功劳本上啊。你饿了，还是你肚子里的娃饿了呀？我们都饿了。想要把饭吃饱，就不要有怨言。等你设计出像《他府女孩》这样的作品，再谈选择。况且咱们只是乙方。这我开不了，你开。榴莲，能帮我看看这个吗？这个改来改去，我都不知道总监到底想要什么。这妙妙，她不女孩，这怎么改怎么觉得别扭。我来，我最了解她了，我就知道这蚂蚁还得羞羞。看着啊，这也太大了吧！她就是喜欢俗的。
哇哦！发量稀少。你说你那么过硬的技术，怎么 P 得跟葫芦娃里的蛇精似的？妙妙在你的心里就这形象？网红不都一个样吗？我还给你 P 了个全套呢，不加价。我说过多少回了，对待工作要认真负责。你是老员工了，现在又怀了孕，大家也都体谅，但你也要自觉点嘛。我挺自觉的呀，我最近都按时打卡，我今年提前交稿了呢。这能看吗？我知道你是学设计的，有理想和抱负，但你也要端正一下自己的心态嘛。在这儿上班工作，就不要做我行我素的独立设计师。老大，我这都第5稿了，我觉得自然的你说没创意，我觉得有创意的你说古怪。我要的是精致，而不是自然；和谐，而不是风格。你这算什么？人类身体的黄金比例都被你毁于一旦了，荒谬！赶紧拿回去改，让他给人发过去。这他府女孩的创作初衷，就是在女性的身上能够看到男性的特质，打破性别的偏见。现在妙妙是什么样，完全违背了他府女孩的创作初衷，好吗？我也不明白了，为什么一定要包装妙妙？他府女孩是你设计的吗？不要主观揣摩设计者的理念。再说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不就是你们设计师的专长吗？不，那是影楼修图师吧？人家修改一次还加钱呢。在公司，你的人设是员工，你拿工资就应该按照我说的做。出了公司，你飞上火星都没人管得着。你要开除我对吧？不敢，老子我在那儿了。哼，我告诉你，我装的，我根本就没有怀孕，怀孕的是吴家乐。算了，哎，哼，嘿，把我给开了。吴家乐，箱子借我。你要干嘛？借我。哎，这个送我吧。这个也送给你，你最爱的饼干，橙子、苹果。你还有多久转正？15天。所以你马上就要转到我的工位了吧？其实，哎，大柱，千万不要用这种眼神看我。怀孕和怀胎一样，都是藏不住的。这个时候应该说是真话了吧？我听听。从我第一次看见你画画，就知道你跟他们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不都是工作赚钱吗？养活自己。行了，别搞那么伤感，做作了。对了，你在公司继续待下去，不会有好下场。榴莲，走好。
想看啊？一远在做饭呢，有事儿吗？吃了饭让他打给你。